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餐饮，聊一聊2025年下半年最惨的行业之一，无疑就是餐饮。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国庆节之后就是这个国庆节过完，那个餐饮业恐怕就是哀鸿一片，关门一片，餐饮业很有可能成为今年最惨的行业之一吧。实际上，餐饮行业已经很惨了自从这个口罩结束以后我们也做过很多节目，无论是从全国的这个餐饮业这个新开的店数和关门的店数，还是从这个上海对吧这个一线城市餐饮行业这个现状，反正都说明这个餐饮行业口罩以后是越来越难，已经够惨的了。但是未来这半年餐饮行业会领略到什么叫更惨。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叫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这是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2025年1到6月这个餐饮业营业收入是530亿，比去年上半年是下降2.3%，利润1.9亿。它这个统计的是规模以上企业，什么叫规模以上呢？就是餐饮业年营业收入200万以上的，200万以下的就不统计了。这个是餐饮北京市上半年。那这个住宿呢，营业收入是208亿，同比下降7%，利润呢只有5980万，都不到6000万，利润同比下降93%。所以这个两项合计就是住宿餐饮今年上半年利润是下降67%，去年2024年比2023年已经下降了60%，那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次下降67%。如果大家身边有朋友从事餐饮行业的，可以问一问今年上半年这个餐饮这个收入涨没涨，利润怎么样？北京的餐饮行业这个总体收入下降还不算大，但是利润是暴降，呈现这么个特点。当然这个都是在去年已经大幅下降的基础上那有人就说了，这个北京市统计局给的数字是规模以上的餐饮企业合计年收入营业收入200万以上的餐饮企业，这个只能反映出一个总体的一个概貌，是不是不能说明问题？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对吧？上市公司它是要公布财报的，这个新浪财经今天刊登一篇报道，叫百年老字号要凉，全聚德预计净利腰斩，回应称确实面临压力。为什么说全聚德呢？这个全聚德大家都知道它有几个特征。首先第一个，它对吧代表北京特色餐饮，你到了北京不吃北京烤鸭吗？对吧？外国政要到了北京都要尝一尝烤鸭，普京要吃烤鸭，我记得这个其他的政要到了北京都要吃烤鸭。第二个，全聚德它又是上市公司，所以它那个数字披露的比较详尽。第三个呢，对吧？这种北京烤鸭跟旅游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这个全聚德它的经营状况就很能说明问题。他的文章这么说的他说被誉为 A 股餐饮第一股的全聚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难题，上半年净利润同比腰斩，让这家百年中华老字号再次受到广泛关注。根据业绩预告，2025年上半年全聚德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1100万到1400万，同比下降63%。你看看是不是跟这个北京市统计局给的数字还真是吻合了？全聚德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公司目前确实面临一定的市场压力，由于市场形势发生变化，烤鸭行业竞争加剧。尽管全聚德在品牌底蕴上具备优势，但四季民福、提督、金百万等品牌正不断分流客源。实际上这餐饮行业都差不多，全聚德是老字号，都遭到分流还有内卷。公司也在尽量控制成本，降本增效，但是受到客流量下降的影响，收入可能不如预期，一些亏损门店影响也会大一些。他这个报道还说了这个除了利润走低之外，全聚德业绩还存在其他隐忧。一方面，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在净利润中占比较高，也政府给的补贴以2024年为例，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1799万元，在3413万元的规模净利润中占比达到52%，也就这个都是政府给他的补助，不是靠他自己主营业务赚的，要靠主营业务那就早就亏了。开始说另一方面，公司现金流状况日益不容乐观。自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全聚德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同比跌幅持续扩大。2025年一季度为1767万，同比下降25%，短期偿债压力较大。你说说，连餐馆对吧，连老字号全聚德都有可能要爆雷，你说上哪儿说理去？那餐馆要爆雷，那有人就说了，全聚德还不能说明问题，对吧？全聚德是特例啊，因为它毕竟涉及到什么国宴，对吧？又是老字号，它比较单一嘛，就是烤鸭，是不是大家吃腻了？那我们再看看连锁火锅第一股呷哺，我们看看它。这个是8月4号每日财经报道说，连锁火锅第一股呷哺再报亏损，预计上半年净亏约0.8亿至1亿元。8月4日晚间，呷哺发布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6个月的业绩预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亿元，同比减少19%营业收入下降19%净亏损预计将收窄至0.8亿元至1亿元之间。2024年同期亏损2.74亿元。呷哺不就是做那个火锅嘛？然后一个人一个小锅，我记得我吃过吃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就这样的一个火锅上市公司，上半年亏损将近1个亿，关键营业收入还在下降20%左右，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个红餐网8月4号，它有篇报道叫商铺租金跌了，餐饮人却笑不出来。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对餐饮行业来说有个有利因素就是商铺租金跌了，那不是好事吗？但是即便这样这个餐饮业也笑不出来。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最近全国多地传来商铺租金下调的消息，对餐饮人来说这本应是个利好信号，然而不少餐饮人却笑不出来。不少仍在营业的餐饮门店发现自己成了高价租金钉子户，周边控铺纷纷降租，但他们还要承担高昂的合同租金，和房东协商减租遭拒，搬走则要损失一笔押金、高额违约金，租金钉子户们陷入困境。他以这个苏州昆山为例，在苏州昆山老城区集街阿木的300号咖啡馆已经经营了13年。作为一位老餐饮人，他最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收入锐减，租金却维持在高位，经营压力与日俱增。近2年来，昆山老城区的客流量下滑严重，空出来不少商铺，集街、人民路、亭林路一带的商铺租金随之下跌。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些区域一些商铺的租金下跌了6-7成，就跌了一大半了。阿木的咖啡店位于一栋商业楼的3楼，面积约280平米，年租金12万元。这一价格比周边条件相似的商铺高出约30%。6月初，阿木主动联系了租赁公司的会计，请求对方将降租诉求转达给房东。现在周边的商铺租金都降了，唯独我们这里没有调整，希望房东能根据市场行情适当下调租金。等未来市场回暖，我也会愿意配合恢复和上涨租金。然而1个多月过去了，房东始终没有出面回应他的诉求。阿木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相类似的情况，市场空铺租金一路走低，但在租商铺的租金却被合同钉死，这些餐饮经营者成了高租金钉子户当然还有其他的有人就说了，那你搬走搞个餐饮人都懂你这一搬走，首先一个面临着你的客流更不稳定，你好不容易在这稳住了，对吧？你搬店呢，这是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事情，有可能搬得好，有可能搬了莫名其妙客流就没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搬店你又得装修这又是一大笔钱，合着你搬过去之后干个2年黄了，你省下的租金还不够你装修的钱。所以对这些餐饮业经营者来说两难。实际上这个房东拿捏住了这些餐馆老板，他知道即便不给你降，你也很难搬走。这就是餐饮业的一些现状如果大家再关注一下身边，对吧？你所在的城市很多5星级、4星级，很多大饭店现在都纷纷出来摆摊，一到下午5点开始支着帐篷，对吧？这个各种菜大排档搬出来，很多地方都这样。为什么？如果他生意不是淡到一定地步，他干嘛跑到大街上卖呢？本来人家餐馆是叫堂食嘛，对吧？你到餐厅去享受就是那个服务那个环境。实际上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
本来餐饮行业就是岌岌可危，从消费降级到消费需求消失，本身餐饮业就遇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对吧？高端餐饮这种商务需求没有了，各行各业都在过紧日子，对吧？你这胡吃海喝的招待客户，这个基本上就砍掉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客户要招待了，没有业务，你还招待谁呀？对吧？你看看那茅台为什么卖不动？茅台价格为什么崩掉了？茅台都崩掉了，你说茅台跟餐饮是配套的嘛？可以叫伴生关系，对吧？茅台和高端的这个餐饮啊，茅台崩，你说餐饮能不崩吗？对吧？这个很好理解，商务宴请没了，对吧？这个金融行业，一个是房地产行业崩了，一个金融行业是在整顿，对吧？这个高薪啊受到这个约束，这金融行业胡吃海喝，对吧？现在报销很难啊，对餐饮的影响很大。那高端餐饮一般都是这种啊，商务宴请啊。中低端的餐饮呢，中端的也一样啊，都在萎缩，大家工资收入都在下降，有可能要面临失业。你说吃个饭，朋友聚个会，不管是 AA 制还是你请客，对吧？以往是人均500-600，小意思。现在对吧？这种活动就没有了，还有必要请吗？你都要失业了，按揭贷款还不知道怎么还呢。这个中淡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应该能想得到，那就是婚宴。这个婚宴啊，占很多这个饭店啊，就是宾馆的，应该是60%以上的营业额。那现在你看看啊，结婚的对数，2024年只有600万对，它直接降了一半。2025年呢还要降，你看这一块对餐饮行业就少了一大块。大家数一下啊，刚才是商务不行了，现在这个中淡的那个就是这个婚宴又不行了，对吧？再下面这个各种对吧私宴，自己请客或者 AA 制，请同学请朋友，这个也是受到压制，因为你的收入下降，所以这就导致这个星级饭店它干不下去啊，本身啊就岌岌可危。然后上半年是不是出来一个禁酒令？我们在节目说过了啊，禁酒令是应该的啊，对吧？它是禁止公务员乱消费，公务员拿公款消费，这是对的。但是它确实也是压垮餐饮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本来还有一些公务员去吃喝的，现在公务员直接就不去饭店了。所以你看餐饮行业惨不惨，对吧？如果你觉得你那个地方餐饮行业还行，那是因为这个含义啊还在路上，很快就要到。我为什么说11之后会有大量的餐馆关门呢？这个又来了啊，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是禁酒令啊，还嫌不够，给它再添一根，这就是9月1号实行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社保这个强制性规定。哎，这个专业名词怎么说咱就不讲究了啊，咱们说这个意思，也就是你跟企业之间，你跟单位之间，你们俩怎么约定的社保都无效啊，必须按照劳动法来，它这个是合理的啊。我们先要这个立场要稳住，企业跟每一个劳动者交社保，这是一直以来就是法定要求，对吧？劳动法律就规定的。但是啊，我们长久以来有些小餐馆、小企业，它并没有照这个来执行，法律好像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一次啊，人家直接给你敲死了。再次重申，因为这个社保它属于义务啊，对吧？企业给职工交社保，职工自己也要交社保，这是义务，法定义务，对吧？国家等着你那个社保的钱了要用呢，对吧？要给胡一静老师发退休金呢。但是我们说的胡一静老师他是泛指啊，便于大家理解，对吧？很多老干部啊，就是胡一静老师这样的，那他的退休金谁给呢？你不交我不交，都学家头老师，那你的社保基金哪够呢？那既然是应该交，那为什么说餐饮业就哀鸿一片呢？很简单啊，现在餐饮行业它就像那个外卖行业一样，它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当然还有类似餐饮行业的，比如那个街头什么印刷店呐、各种小店对吧，服装店对吧，它那个就像社会的毛细血管一样，吸纳大量的这个劳动力。以往由于客观原因对吧，这个很多在餐馆的服务员、厨师，他的根本就不交社保。你去应聘工作，人家一说给你1个月5000，对吧？你是大厨1个月6000，你是服务员1个月4000，对吧？这就是成本，大家心知肚明啊，都没有交社保这一说。无论是这个服务员呢，他也对社保无所谓，因为他说我是农民工，你在这儿，我家是甘肃的，我跑到杭州来打工，你给我在杭州交2月社保，我也不知道啥意思，我下个月回家了来不来还不知道呢。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各种，因为这个小企业流动性非常大，有很多人觉得我是农村的，我跑到你北京来上班，你在北京给我交社保啥意思啊？我以后在北京退休是吗？你看就很多人就不明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交社保这一说。但是这回不一样了啊，你不仅要交，到时候员工如果告你，你不仅要把它补上，而且还要给赔偿。这
这就会导致啊，就是你这个餐馆跟员工、跟服务员、跟厨师，你们以前怎么约定的，全部无效。只要这个到时候这个服务员说这个餐馆没给我交社保，那你就把所有的社保要补上，完了之后你还得给人家服务员补偿。你看看，实际上这某种程度上啊，就是鼓励这个服务员、鼓励厨师检举揭发你那个餐馆没交社保。那餐馆怎么说呢？反正我给的就是5000块钱一个月，这就是我能付的成本，对吧？如果我要8000一个月，那我这个餐馆就干不下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餐馆很简单，那你5000一个月，我现在要交社保了，那我这个社保一个人要交1000块，好了，那我给出来工资就是4000一个月，你爱干不干，开始我招人就是4000了，我没办法，我只能承担这样的成本，高了我要关门。好，你这个服务员你个人还得交个800或者是500的，那就相当于你个人拿到手的工资就3500，你以前拿5000的，现在3500，就是他这个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最后一搞呢，那些成本又是谁来承担的？还是牛马，还是韭菜自己承担啊？如果你让餐馆承担，那餐馆就干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国庆节一过，估计很多老板就开始关门，没法干，会有大量人失业。本来餐馆就干不下去了，对吧？就已经是这个倒闭啊，越来越多。结果来了个禁酒令，大餐馆都干不下去了。大餐馆大家记住了啊，你比如说全聚德、夏普、5星级饭店，他们员工的社保应该是交了的，应该，我只能说应该啊，也恐怕有个别的不交，他应该是按最低标准上的，因为他们相对规范。所以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社保的强制性规定是针对那些中小餐饮企业，所以你看。这么一看的话，就全覆盖，对吧？5星级饭店干不下去了，中小这个餐馆更干不下去，对吧？一个社保就让你面临很大的困境。我刚才说了啊，这社保是应该交的，你不交是不行的。我们要长远的眼光看啊，如果你这些农民工不交社保，过了30年以后，你一退休，你到时候又没有养老金，然后又嫌养老金少，又开始，对吧？哭爹喊娘。确实，我们要用长远眼光来看这个事，社保要交。但问题是现在是牛马他付不起这个钱了，收入太低啊，你把这成本转嫁到餐馆要黄，对吧？餐馆本来就干不下去了，你把这成本让牛马自己担，牛马他本来就5000块钱正好够吃够喝，够租个房子，够管孩子上学，5000一个月，你现在你扣掉他1500，对吧？本来的日子就紧巴巴的，你还要扣掉他1500，这不就完了吗？对吧？你让他承担以后的这个养老，他也觉得挺好，但问题是现实他就过不下去。所以说啊，这个搞法呀，初衷是好的，结局一定是这个经济更加低迷。韭菜的信心更加低落，更加没有信心，大家更得玩命存钱，这就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对吧？在这个抗通缩啊，各种刺激的时候，有人突然打着这个，对吧？为你好的旗号，搞出这样的措施，这叫神助攻。实际上啊，对吧？你社保的亏空，你应该从别的地方想办法，你不能让这些最基层的牛马自己去承担了。你这就好比让农民啊，对吧？让那些农民，你说你一个月交400块啊，交500块社保。然后以后等你退休了啊，一个月给你发800，你看这想法多好啊！但农民说我现在400没有啊，我在哪给你交400呢？所以咱们在上一个节目说了，对吧？这个原国务院什么发展中心的那个副主任刘世锦，对吧？人家就说了，在一些重大工程上面，那个投资那简直是举重若轻呐。但是在民生这一块斤斤计较，现在这些底层牛马是最底层的牛马，受伤严重。大家放心啊，餐馆小的这种单位，他一定会给这些人上社保，因为他不上的话他倒霉，因为到时候一举报，他不仅要把这钱补上，而且他还得交罚款交补偿金，那谁愿意呢？所以说对这些餐馆小老板或者是对其他的小企业主，人家就得掂量是关门呢还是规范化。规范化的成本谁担呢？当然了，他担得起他就担嘛，对吧？有的小企业他也能担得起，无非一年少赚一点，但是有的在死亡线上，对吧？挣扎的，那他就关门。有的不舍得关门了，那就把这成本转嫁给牛马，对吧？本来给人家开5000一个月的，现在只能给你开3800，你行不行？完了你自己还得承担啊个人缴费部分，最后还是牛马自己承担。这一招不知道谁想的啊，够狠！禁酒令再加社保，基本上啊把餐饮行业一记重磅。你不管讲什么道理，对吧？你把天说破了，对韭菜来说，他就认为我现在交的钱是你要发给胡一金老师，不就这意思吗？我现在对吧，我饭都吃不起了，胡一金老师也不缺钱，怎么让我一个饭吃不起的人去养着胡一金老师？他就会形成这么一个观念，对吧？虽然这观念不对啊，但是他就会形成这么一个观念，对吧？让穷人割肉卖血去养这个退休干部。很多3、4线城市的餐馆的服务员工资恐怕也就3000，你说怎么弄？
你让他怎么交？餐饮行业是，对吧？叫民以食为天，是相对刚性的。如果下半年遭到这样的摧残，那你说其他的行业，这玩意儿像瘟病一样的会传染呢？它绝对不是餐饮行业一个行业的事。这个消费不振呢，不仅从阳间啊扩散，而且现在已经扩散到阴间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实际上就是那个上市公司福寿园呢，公布了它的上半年的这个业绩预告。这个2010年上市的福寿园啊，它是在发布了这个财报，上半年财报啊。居然啊，福寿园墓地生意2025年半年报大幅亏损。上市10几年的福寿园，这一次是第一次业绩断崖式下跌。2025年上半年首现亏损，公司预计亏损2.35亿到2.65亿元。2024年同期是赚了3个亿，2025年上半年居然要亏2.6亿左右。有人说那什么原因呢？卖墓地的这是暴利啊，怎么搞殡葬行业的还能亏损？他也给出了原因啊。第一是经济不振导致的。你想，现在茅台都卖不动了，宏观经济压力下，客户决策周期拉长，消费降级严重，高价没血，需求萎缩，这是第二个原因啊，也就是消费降级。然后也就是税务成本明显上升，而且他说是子公司税务成本上升，他没有说税务成本怎么上升的，但是他就告诉你税交多了。实际上这个大家也好理解啊，以往这个殡葬行业的税收就比较这个不透明，什么地方要交税，什么地方不用交税，谁也搞不清楚。而殡葬行业又是暴利行业，那现在因为大家缺钱呢，税务部门就到处要创收啊，所以你这殡葬行业他能不盯着吗？他一盯，发现交税，你那也该交税。虽然你赚的是死人的钱，但那也得交税啊。所以说人家把你税给补齐了，所以他这个税务成本大幅度上升。第三个就是这些殡葬行业，他以前也是并购重组的时候形成了一定的商誉，那商誉就要减值这也是原因之一。实际上主要原因就是跟咱们经济低迷有关系。经济低迷导致了消费降级，经济低迷导致了这个税务这一块加大力度。这个大家都知道吧？你以前在海外炒股不收税的，对吧？现在你投资那个什么纳斯达克，你海外炒股你要交税开始征税说明什么？经济不行。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这个下半年最惨的行业恐怕就是餐饮，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对很多码农失业，很多有一些什么大厂被裁以后手上有点钱，然后马上就开餐馆的，去创业的，这下好了，一下套住。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